讲到咱的民主先贤蒋渭水是台湾史内面真重要人物，伊的真数就伫咧大稻埕。有一位10年前对美国登来到台湾投入大稻埕文史复兴工会少年家啊叶安定呢，为着要请少年人来认捌地方文史，就把蒋渭水的故事改编做科幻故事，配合 AI 画图做台语绘本。若了解到蒋渭水大稻埕，也会当听到台语。主角伊是医生哦，伊是主角伊两个是。要来合作伊，去处理一寡较困难的代志。日本漫画画风的医生来回伫古早甲现代，阁有科幻的背景。两边有技巧的新闻陪伴，详细看这篇故事下骹的文字写的是台语。这是大稻埕一位文史复兴运动者叶彦定出版的台语电子绘本。伊10年前对美国登来台湾，投入家己厝内的美甲以及大稻埕文史复兴的工课。蒋渭水较早行医的诊所就伫大稻埕，这个绘本内面医生的故事灵感就是来自伊。但为着请少年囡仔来认捌，才甲改编做一个科幻故事。上早的时阵。大家了解大稻埕的历史是为迄个蒋渭水开始，咱咧设计、咧发想的时阵是要互咱即马囡仔去了解遮个大稻埕的历史的文化，考虑一寡较因会较有兴趣的一寡主题。甲故事，咱去设计即个绘本安尼。因为是科幻的内容，所以叶彦定是选择用即马上流行的生成式 AI 来画图。若文字配上台语，是因为伊认为过去迄个时代的人生活中就是用台语来对话，所以真自然就选择即个语言。这大稻埕啊，台语的发展是为上早的时阵就开始啊。较早祖先咧做生意的时阵，其实因拢是讲台语安尼。咱即马无咧使用啊。囡仔嘛无咧使用，所以讲咱就用即个较轻松的方式，因就会感觉讲较有兴趣去学这个台语安尼。叶彦定讲，这个绘本是伊第3本台语电子绘本，接落来的计划是每年拢出版一本甲大稻埕文史有关系的台语绘本，帮大家做伙来用台语熟悉大稻埕。记者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。